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下面张伟民。咱讲即阵吼是9点的这个时阵吼，但系节目这个煞有的人可能都要开始上夜班吼。啊，这个夜班可能10点至翻点吼6点的这个时阵吼，伫咧这个时阵上班人人数吼可能佫袂少啦吼。甚至讲一寡24点钟的这个超商也好，卖场也好，甚至是咱讲机场的一寡地勤人员、控制员。 拢是咱讲每日电倒病吼，有影介辛苦啦吼。尤其咱嘛讲到吼，保障伫即个上班的即个部分的即个劳工吼，无论是女性也好，还是男性也好，啊，但是咱过去有特别来保障女性即块。咱看到讲劳基法第49条吼，第1项是限制女性劳工吼夜间工作啦吼。若是讲女性要上班，就要经过着工会即个同意啊，是讲有经过着即个劳资的即个协议吼。但是即阵大法官解说吼宪法，伊讲。 一寡性别平权的这个概念，所以来做一寡调整吼。啊，即阵咱看到讲劳基法49条第1项，即阵宣告是违反宪法。哦，争议是来自咱讲大卖场，或者是这个航空公司啦吼，因为受到当地劳动局迄当阵有一寡这个劳动检查，讲吼哇，恁无经过工会这个同意吼，就互女性员工来上班，该罚吼罚真济啊，罚真济届啊嘛罚真济钱吼，所以。 对，吼，这个大法官讲爱提出着一寡宪法的这个解说。啊，大法官咱头拄也讲着，徛伫这个性别平权，啊，莫讲吼加深着一寡性别刻板印象，所以做一寡调整吼。煞伫咧咱讲吼工课场有一寡这个女性员工，可能面对着一寡吼夜间的这个工课，可能买手啦吼无法度来去拒绝。啊，一寡女性过去咱有的一寡福利也好，拢总去用收回去吼，大家会烦恼啦吼。所以咱讲劳基法未来安怎来去修改，啊，从所有这劳工，无论是咱讲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或者是咱讲有其他性别认同的这个对象，拢是咱吼这个法爱来去保护未来修法，安怎来去改？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首先来欢迎咱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欢迎通知康复人员职业工会常务理事李莹。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中国文化大学法律系教授邱振岳。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3位，咱们邀请妇女心基金会董事陈文伟。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啦吼，咱要讲到这回这个807这个大法官这个解说宪法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吼？伫咧性别平权者，有人讲是进步啦吼，但是伫咧劳动这个部分，到底是平等还是假平等咧？ 透过咱的节目吼，咱做回来去对话讨论吼。首先，咱嘛要带大家先来看讲，有一寡这个行业特别啦吼。头拄咱嘛讲到，这个卖场也好，超商也好，24点钟拢爱做，啊，尤其夜班这个工课，到底因艰苦的所在伫倒位？啊，咱讲轮班的这个部分，对女性来讲，有啥物款的这个挑战？先做来看。 陪国际线的康复人员，因为做工课的关系，称在生活困眠无正常。基本上，女性劳工拢会配合排班。不过，其实原本劳基法内底嘛，予女性有拒绝的权利。原本劳基法第49条第1项规范头家伫咧劳资协商或者是工会同意进前，袂当要求女性伫咧暗时9点至过顿工透早6点做工课。 所以工会就甲电视台协商，亲像爱轮暝班的媒体工作者，无论查甫查某的员工，夜间的工课结束了后，若叫车转去会当报销。女性夜间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超过了这个晚上11点之后，公司除了给我们200块的交通补助，那因为最近又搬到比较远的林口地区，所以公司现在是让我们从林口回台北的时候，可以全程补助我们的交通费。20大法官宣告。 第807号的解说，讲劳基法第49条第1项违反性别平等，宣告违宪，法条随失效。好工会是真烦恼，原本公司提供的交通津贴、夜间工作津贴，拢会连带去互取消，所以有立委就要求劳动部都要随修法来补救。我在想，如果我今天去上班，然后突然接到公司说今天不能再坐计程车回家。 那个700多块的计程车是不是就是我自己要负担、自己要吸收？我认为今天大法官他站在一个平权的进步这个价值上面呢，去撼动了一个在工时里面很难透过劳资的这个力量呢去完成协商的，反而是变成个别性劳工呢必须要这个接受资方的这个安排。我们会邀集各个学者专家，我们来尽速的理清这个争点啊，以及大法官他们解释的意涵到底在哪里。劳动部表示，有心或者是当伫咧市顶的女性劳工，要是会当拒绝伫咧夜间做工课，
因若涉嫌引起的争议，会招专家会谈演议对策。罗香玲要求劳动部伫中秋节进前提出修法的版本，而且成立协作的平台，互即马工会真无简单才争取到的夜间工作补贴，袂全安尼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是吼，咱自吼案例先来讲起吼，咱先来请李勇，然后咱看到讲，其实这个空服人员也好，也是这个地勤人员吼，真正介辛苦吼，日暝拢可能爱去地勤做工课等等啦吼。啊，其实你讲你是这个空服人员，签的是这个咱讲劳基法内底第84之1条啦吼。其实讲到这个吼，资方约束好势就好啊，但是其实咱讲华航这个案例出伫咧地勤人员较济啦吼，先甲咱解说一下好无？哦，就是讲，阮空服人员是签84之1条，所以阮是无受第49条的这个影响。就是讲，阮半暝嘛是会当上班，像飞美国啊、飞国外向，拢是半暝的班机嘛。啊，地勤人员呢，因有轮大夜班，对啊。进前呢，华航拢是无咧管太即个法条吼，拢是照白班。啊，所以就去用检举啊，有劳动检查去用裁罚。安尼。所以其实工会这边是希望会当保障劳工的安全啦，对，因为女性其实伫夜间咧上班。哦，就讲交通啊，其实拢是算危险的啦。是。那今仔日工会毋是讲无要同意，主要是讲你公司你爱有相关的配套的措施嘛，你着爱有夜间的就讲交通安排，无一定是津贴，你会当有交通车，也是讲有宿舍，有休困的所在，那当然夜间的津贴嘛是其中的一部分啦。对，所以即马工会要争取的其实毋是讲袂使互遮个女性上班，其实是爱争取讲，你做头家的人，你应该爱甲所有的保护的遮个保障的措施做较完整。是，有影做好完整其实咱搁就这个案例来好好去看，这个部分是这个中华航空公司的这个部分无经过工会这个同意来讲这个女性伫咧夜间做工课啦这个另外一间卖场共款主张讲侵害因的这个财产权、甲营业自由这个契约这个部分等下再好我请教你，咱先来请教教授啦这个法条安尼讲起来是毋是徛伫咧资方这边啊？很主席的法条其实并无讲完全禁止女性来夜间的工课。因为原则上伊是讲禁止啦但是你若经过有工会同意，无工会迄个劳资的协议，就会当互劳工做夜间的工课。啥问题就是讲，其实咱台湾144万间的企业，有做企业工会较900几间尔。1万外间才900几间。144万间。哦，144万。900几个企业工会。这比例完全无符合你无工会时，劳资的协议就会当通过嘛。劳资的协议伫企业内底，其实头家要通过，真正是足简单的啦。所以对台湾的女性劳工来讲唔系对台湾的头家来讲，要互女性劳工夜间的做工课，根本无遐困难啦。当然有一寡工会伊可能会用这个同意权来甲头家啦，甲要求这要求下啦。所以大法官伊可能认为讲，安尼是毋是工会伊会替劳工来决定因讲会当夜间工课，袂当夜间工课。但是我认为讲其实什么所在出问题，应该对迄个所在来解决。就是讲，你若总讲有工会，你像讲这个华航的工会啦，还是讲家乐福啊总讲头家伊若总讲安全卫生的设施拢做较好啊，也有交通啦，也有迄个宿舍拢互女性。你工会硬硬讲唔通过，你工会甲头家讲，你也无答应我加薪，无安怎，我就无要互你同意这个时阵爱追究来讲，工会伊是毋是有迄个权力滥用？还是讲？伊违反诚信原则。你讲工会这个部分啦应该对出问题对遮来去咯。因为咱劳基法内底爱工会同意这唔是要互工会去有这个权利甲头家咧画拍片啦，唔是啦，就是讲工会伊代替个别的劳工去要求
告诉讲啊，你迄个安全卫生设施你有做了好无？你有迄个交通你有宿舍无？是代替劳工来注意这个所在。OK， 唔是讲你工会同意劳工就一定爱夜间的做工课。反过等。唔是讲工会无同意，头家就完全拢无法度啦。我头先讲过，你工会你若如果权力滥用，你硬硬唔同意的时，这工会嘛是爱互追究责任。所以你袂当讲，因为有一点点的问题，你就将这个49条第一项规个拢甲删除掉。对这一般女性劳工的保障其实有真大的问题。OK， 保障规个拢总无去啦。咱嘛看到讲头拄啊，这个新闻片段内底有真侪种这个行业内底，都是有一寡这个电视台这个部分有一寡这个女性，因真正是真专业的譬如讲咱头拄啊看到这个做剪接也好做摄影也好，有的人有的公司就是暗时咧拍片因真正介辛苦，拢伫咧这个时间到底咱讲。暗时10点，甲咱讲翻点过这6点这个时间，到底安怎来去处理其实伊嘛有一种看法，就是讲你就是要有一种这个津贴也好，也是有一寡这个对应有一寡这个补助啦但是其实咱讲夜间做工课，唔那是这个女性，男性其实这个健康嘛是受到伤害啦所以倒不如咱等下好好讨论修法这个部分，但是咱个回归头来讲到这个事件这个本身，咱来看来讲。这个卖场也好，也是航空公司也好啦因即阵咱安尼看起来就是违反着咱讲所有这个过去对女性有的这个保障啦咱过来请教文为止咱看到讲这回这个事件内底，到底这个法你讲是性别平等咱讲徛较赢，还是讲这劳动这个部分咧，到底是要安怎来去做一寡这个准则咧？是啊。讲这也唔敢但是就是讲，我爱来因管是妇女的团体阮即马若只看这件代志，就是说807号，阮是感觉讲，阮会当去了解讲，即马大法官因为虾米做这款的判断伊判断的原因，因的论理是讲，因为即马的查囡仔嘛，其实伊的能力真好伊的教育嘛真好所以其实你若是讲完全用一个法律去限制伊去上班的这个时间，互伊无机会去发挥伊的专长，这对大法官来讲，伊讲这是一种看起来哪像是保护，但是其实是一种压迫。但是呢，我嘛是爱讲，这种讲法阮会当理解嘛是真好但是即摆的问题就是像大拄啊教授甲咱的工会的这个理事讲的，就是讲真侪女性毋是即款的状况嘛即摆是你爱看伫现实的结构内面去看，女性真侪伊个是妈妈伊嘛是爱去上班有诶想爱顾囡仔而且你若去看咱即摆女性，是讲大家拢有读册啦，但是做的即款工课，譬如讲空服员，伊嘛是其实足辛苦，伊拢在做即种譬如讲共照顾、共服务即款的工课你看，若是这种情形，伊其实并无一定。你这种结构若是无调整你去讲女性有法度去发挥所长，这件代志其实对我来讲是小可伤浪漫啦。OK， 伤可伤浪漫。你嘛是爱回倒来看讲，即摆女性到底伊做的工课是啥物款的到底咱这个社会是毋是有互伊？有遮的支持，互伊会当做妈妈，搁做伊一个劳工爱有一个权利的保护，爱有一个好的平衡啦。是。这款伊的大法官的这种美意，才袂去互拍一着。有影有人讲这个大法官因是法律上理路有够清楚但是真正脱离现实啦就是真正无讲完完照顾到大家这个需求啦大家拢讲想甲真清楚咱讲现实就当顾到这个性别平权，佫会当遵照着宪法第7条，甲你讲什么男女平等啦，等这个宗教等这拢平等啦伊用着这个宪法这个部分，但是咱若佫回过头来看简单的这个事件。这个资方者申请到这个实现这个动作，咱拢爱莫讲到这个买手劳基法的这个影响资方这地是要创啥咧？咱先来请教这个李莹安怎来看资方这回？亲像咧讲华航这个部分因过去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尤其迄当阵可能就是禁止女性伫咧暗时上班，所以工课拢落伫这男性的这个咱讲地勤人员头顶，敢是安尼？嘿，对，就是讲因会做白班的时阵会去做调整嘛。你若讲
因为即马其实以台湾的社会哈，女性甲男性的薪水是有差别的，就是差不多，我会记得是差不多10几%的款。是。啊，今仔日你若讲拢夜班拢会当开放，啊是今仔日我若是头家，我就拢要用女性的员工啊，因为较俗啊，较俗啦吼，较俗啊，系啊。会有即个状况啦，而且伊爱另外支出的成本，像讲伊爱有交通，伊爱有休困的所在嘛，这拢是伊的成本，所以伊头家来讲，伊当然嘛是无愿意啦。是，所以我是感觉讲吼，今仔日你若讲要平等，吼，今仔日毋是干那女性伫夜班来上班来做工课是做辛苦的，男性我那做辛苦的。OK。哎啊，男性伊嘛是像讲你今仔日台北无捷运，对无？12点过无，饭店过无啊？是。啊，你嘛是爱坐交通，你嘛是爱坐计程车嘛？所以其实是讲你若今仔日要男女平等，你应该是甲男性的这个保护嘛做伙放入来。OK。吼，对。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你今仔日爱伫夜班上班，你就是爱互我相对应的保障、安全，还是讲休困的所在，甚至是加班的津贴。这甲男女平等，应该是安尼做较是公平啦。OK， 其实咱来看讲吼，这无一定是这个花行吼，安尼这个薪水的差别啦吼，只是讲这女性也好，男性也好，其实伫咧薪水的差别拢差不多差到这个14%啦吼。啊，有人嘛讲着吼，女性若要入到男性的这个薪水这个部分吼，可能要加做51天吼，对你来讲负担真大吧？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部分就是先天上有一寡薪水上这个无平等吼。啊，你这回若是大法官这种理想的这个想法，若是改较落实的吼，其实有真侪种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式吼。继续咱来请教这个教授啦吼，安怎吼来过去看讲这回咱头拄嘛讲着，可能这回咱是徛伫吼这个修法啦吼，是徛较这个资方家啦吼。啊，对工会较无遐尔这个公平啦吼。啊，头拄你嘛讲着，对工会者有一寡。可能大法官吼，可能就有一寡误解的这个成分伫咧，这是毋甲这个大法官的组成有关系咧？咱即摆即届大法官内底吼，拢无劳工法的专家的学者，真正讲有吼，这个司法院的副院长啦吼，是蔡仲敦副院长吼，伊嘛是大法官，伊本身伫政大伫读博士的是伫写劳资的争议啦吼，但是其他大部分拢是宪法啦、民法啦、商法啦、行政法啦吼，所以恐惊吼，因对这个真正劳资的关系吼，并无真正了解讲咱台湾的现状是啥物款啦。是大法官内底，伊是讲要男女平权啦吼，但是伊有一句话吼，我家己拢无法度说服，伊就是讲，一般女性伫夜间做工课，未比查甫啊较艰苦啦。OK， 吼，好，准讲未比查甫较艰苦，但是是毋是讲对女性拢无影响咧？因为你查甫伊将来伊毋免生囝，伊毋免饲囡仔，但是女性伊爱将来有可能爱生囝饲囡仔。啊，你伫少年的是长时间夜间的工课，是毋是对伊将来做一个妈妈有影响？吼，啊，这拢是爱去思考。我就认为讲，大法官你要讲袂影响，未比查甫较辛苦，你都要有正确的医学的这个证据，来支持你的这个讲法才会使啦吼。第二就是讲吼，你若讲真正要男女平权吼，应该爱去对工资来落手啦。就是咱头拄讲的14%这个解决起来啦。应该爱追加来落手，因为我头拄讲过，讲咱即卖本来49条的第一项吼，伊并无讲真正控制。头家讲袂当互女性夜间的工课，其实以咱台湾的即卖劳资的现象来看吼，因为头家要互女性夜间做工课，其实足简单的啦，因为劳资的协议就会使嘛，劳资的协议是足简单的啦，所以你若真讲平权，你就爱先大家讲爱想讲要安怎用啥物办法，互你工资女性。查甫啊，拢会当平权。是。咱看日本吼，当然世界各国啊吼，拢是讲平权吼，女性夜间做工课拢无禁止啦。但是吼，你从讲以日本来讲吼，夜间的工课的人吼，爱比日间的工课吼，薪水爱加25%啦。哦，1/4咯。因为夜间做工课足辛苦的啦。吼，你日间的人吼，你8点钟，你下昼有
上无有1点钟的休困啦，啊，互你食饭啊，是，啊，你夜间你对营暗时10点到过顿工6点，啊，你8点钟的时间你敢拢毋免食饭，吼，啊，你总共有休困的时间，啊，你嘛袂当黑白吹外口，迄个餐厅啥物拢无嘛，无通走啦，是，吼，啊，所以伊就爱家己想办法啦，啊，所以因日本规定讲25%，吼，爱增加这个工资啦。是。啊，我讲这是吼，咱会当去思考的所在啦。啊，过来一点就是讲，这个你若讲要宾馆吼，十部嘛是爱放落内底啦。OK。啊，但是即摆吼，大法官这个解释吼，伊我感觉讲走了伤紧啦。走了伤紧。吼，安怎讲呢？你拢无一个配套的措施出来的时，你就甲49条第一项规的拢失效。啊，你失效的时，伊内底还佫有一个讲，你啊头家你也要互女性夜间工课，你爱对因的安全卫生的设施啦，啊伊的交通迄迄全拢无去呢。啊，所以即摆你除非讲劳动部伊个送入去立法院一个新修法。啊，这修法唔知爱偌久哦，上无嘛爱半冬。啊，你这半冬以来吼，头家要互女性劳工夜间做工课，拢无任何限制。劳动检查嘛，无法度去进行。无啊，因为你无法律通该处罚啦。是，所以这等于讲。这样子爱之是以害之啊，都甲你害死就对啊啦吼！真正咱头也讲到，要徛点性别平权啊，省断掉这个劳动权利吼，其实咱透过这个807这个部分，真正看出啦吼。咱搁来回顾一寡，啥这个大法官讲伊这个违反着宪法啦吼。伫遮这个头家袂当吼，这个女工伫咧咱讲吼，这个暗时10点，即个咱讲饭点过这个时间做透露啦吼。另外，这个头家嘛爱经过着工会这同意，这拢无要紧。但是伊爱提供着必要的啥物安全卫生的这个设施吼，有当时啊夜间的这个工课真正较容易吼受伤啦，因为咱讲精神还是注意力无遐尔集中的这个时阵，安全卫生设施就要特别来去保障。另外咱头拄嘛讲着吼，迄当阵就无车嘛吼，所以你爱一寡交通的这个工具也是安排着这个女工的这个宿舍啊，但是即阵甲这女工吼特别来去强调了后。所以就讲伊这个，咱讲失去掉伊这个效力去啊吼。另外，咱嘛讲到吼，这807就是违反掉咱讲第7条啦吼。头拄啊，咱就讲吼，无论伫咱国吼，伫咧咱讲宗教也好，男女平等啊，等等吼，党派者一律平等啦吼。但是这一律平等，敢真正是平等，咱等下当个好好来讨论吼。啊，这个违宪的这个理由书吼，有人讲真正爱笑的爱笑啦吼。头拄啊，这个副教授已经讲到吼，第2点的这个部分吼，因为爱有一寡这个家务啊，照顾这个咱讲逝世啦吼，啊必然增加这个身体这个负担吼，啊加深对女性无应该有的这个刻板印象啊，咱遮也未写着吼，我念互大家听啦吼，就是讲。伊讲吼，咱讲到这个经营还是讲共同生活吼，全体成员吼，若是讲你踏入这个家庭内底吼，男女你拢是要共同分配啦吼。啊，另外咧，伊佫讲啥？即种无限定这个女性的这个劳工。啊，另外一种讲法讲后摆讲对这个独身啊吼，无结婚的，无要娶，无要咱讲嫁娶这个部分啊，是讲无家庭负担的女性劳工，真正是拢无相关吼。但是伊这是毋是咱讲理想远？咱继续来请教这个理事。是讲安尼无毋对啦，但是吼，我小可要伫遮替咱的大法官讲一寡话吼。咱若是去看这个708号吼，你会当看，伊即马讲失去伊的违宪的是伊的第1项，伊的第1项。但是你若是真正去看迄条49条，伊第3项，吼，第3项遐是讲，你若是对劳工来讲，你会当提出讲你有身体的问题，还是其他的原因吼，你无。嘿，你暗时啊无法度来值班的时阵，其实是袂当甲你强迫的，袂当甲你强迫。而且这个强迫，你若是有即款情形发生，其实伊是有刑责的哦，迄是有刑责伫后壁的，吼法条是有吼。所以我在想，其实我感觉大法官伊一只的想法是讲，因为既然讲咱已经有安尼的制度吼，会当去避免讲咱的业主吼去。强迫咱的女性的劳工来做工课，所以因来宣布讲吼，这条是失效啦吼。但是阮即摆爱讲的问题就是讲，达到教授讲的，我嘛真赞成，就是讲
咱即马立即失效，这代志其实真严重吼。就是你敢有足够的配套，你敢有去想到讲吼？伊当然是有讲啦，就是讲你无应该是直接去禁绝，你应该是爱有互伊配套。是。但是即马你直接就互伊失效。 即马根本无时间来讨论嘛吼，嘛无去参考到，譬如讲咱工会遮的立场吼，还是女性的立场吼，遮的声音，其实阮感觉是小可可笑啦，小可可笑吼。所以咱讲伫咧法头顶，安怎吼，就咧讲即个解说，莫互伊立吼，虽然讲失去效力吼，这嘛是一大重点吼。但是即阵已经失去效力，咱就爱好好啊来讲修法即个删除即个问题。咱嘛另外一支报道先做来看。 卖场员工赶紧来揭晓，尤其拄到民众伫抢买卫生纸这物件时阵是更加无用，有当时甚至爱暗时来进货补货。严格劳基法49条之一规定，头家袂使互女性伫暗时10点到隔工的早时6点工作。抑阮若是头家经过工会也是劳资会议的同意，并且提供必要安全卫生设施等，都无伫即个限制之内。亲像家乐福公司认为这违反性别平等，申请宪法解释，大法官认同23个违宪。 伦理性别角色的窠臼，违反宪法第7条保障性别平等的意志，应该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那因此这个部分它就会回到这个男女平等的基础、性别平等的基础，那也同时也回到这个契约自由请求的部分，然后得到大法官的同意，所以我们是其实非常感谢的。 那家乐福公司提起宪法解释，华航夜宵馆对着女性空服员暗时的服群提起宪法解释。因为近年来国际外向男女平等，不过女性团体认为讲，女性伫暗时工作也是爱有一定的保障的条件。 如果完全拿掉的话，那是不是会让不能拒绝的女性劳工会觉得说她没有无以为继？夜间工作这个例外，应该要被看到哦。那不应该把这个例外常态化哦。 由女性伫暗时工作都要牵涉到两性的平等，也有工会建立女性劳动权的概念，也有女性趁这个暗时的津贴，这是一个问题。女性团体认为讲，两者中间存在真大两难。虽然大法官宣告违宪，也毋过企业甲工会依然爱好好来协商，找出平衡点。记者综合报道。 是啦吼，伫咧法头顶的这个建议吼，咱阁先请教吼，这个实务的这个工作者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这个法头顶，咱讲可能伫咧8月20随去失去效力啦吼。啊，咱讲伫咧空服人员者，因这个班早就排好势吼，未来这个你感觉这航空公司安怎做班表的调整呢？一般阮班表是1个月排一摆啦，所以正常因若讲8月20即时失效的状况，后个月班表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啊，伫地勤人员一定会较明显，因为阮空服人员是签84条之一，阮本来都无受限制。是。但是这本来就是修法的时阵，应该爱做伙考虑入去的。就讲阮虽然签即个法条，但是阮伫半暝上班，阮嘛是辛苦，阮嘛是无安全，阮嘛是危险，阮嘛是爱有交通的问题嘛。对，所以既然若要讨论修法吼，工会这边是感觉讲吼，就连84之一这条哈，嘛爱做伙放入去讨论啦，是毋是讲只要是夜间有上班的状况，资方这边都爱有相应的配套的措施。是，这是头一部分啦。啊，第二部分呢是讲，像讲拄则咧讨论讲，是毋是造成女性的刻板印象啦？其实工会这边是。会较去关注到较弱势的遐个人啦。OK。工会之所以会存在，就是因为个别的劳工因可能能力无够，还是讲无够勇敢，还是讲甲资方这边的无平等，会造成因无法度拒绝头家。是。头家甲要求不管是劳资的协议，还是安那，伊一定爱签，啊无伊无即款头。伊可能就无头路啊嘛。为着这个巴肚吼，嘛是爱嘛是爱做落去啦吼。是。所以伫咧工会通议权的这个部分啦，其实吼是非常重要的。是。会当用就是集体的力量吼来去保护个别的劳工。是有影吼，所以这个工会这个动议本地应该是吼一寡这个进步的这个表现的，但是即阵佫甲这条提掉去了后吼。毋若是干那即个字尔吼，工会同意，伊就是代表过去哦较弱势，即咱讲劳工朋友吼，咱爱徛出来替因讲话，但是即阵吼即条提去，吼嘛真大即个影响。继续搁请教老师啦吼，若是吼照即条来看，49条第一项来去讲，甲即个女工改做是所谓劳工，安尼感到拢一切大丈夫啊？
比讲将来吼，你若讲真正男女要平权吼，男性嘛是爱来保护啦吼。OK。上无就是讲对这个必要的安全卫生的设施啦吼，啊加这个交通工具加这宿舍吼，这一定爱做甲够啦。就是讲过去女性有的，即阵男性嘛爱有。嘿，对吼。搁一点吼，我讲就是讲807号的这个解释文内底吼，我恐惊吼。大法官是不是对工会吼有啥物刻板的印象？吼，华因对工会有刻板的印象呢？安怎讲呢？吼，伊一直认为讲吼，工会就是要代替劳工来动议啦。吼，啊，其实咱整个劳基法内底吼，这个爱经过工会同意吼，唔拿这个49条这样啦，啊，搁有30条吼，伊这个变形的工作时间2周、4周、8周这啦吼，啊，搁有加班吼，这几个部分拢是爱有工会同意，无工会啊劳资会议啦吼，啊，所以伊这个设计吼，伊是要互工会代替个别的劳工去注意去要求雇主，你讲你着爱安全卫生设施爱做好，伊毋是在代替劳工来同意啦，因为你准讲工会同意吼，毋是讲劳工就一定爱夜间工课做工课，还是讲劳工就一定爱加班，要加班也好，要夜间工课，这有原是爱劳工个人的同意。啊，所以毋甲拄啊理事陈理事伊有咧讲啦，讲劳基法49条的第3项吼，伊讲女性啊，种家己感觉身体无拄好的时吼，伊会当拒绝，吼会当拒绝，所以毋是讲工会同意，你就一定爱迄落啦。所以我恐惊吼，你若怎样误解落时吼，啊，同款的逻辑的时，是毋是加班啊、变形工时啊，伊拢变做讲啊，无必要工会同意啊，吼安尼是吼，这就真麻烦啊！就是讲，你个别劳工根本就无法度到头家吼，真正伫平等的立场去讲伊的劳动条件。是，所以伫咧修法头顶，安怎来去建议？尤其即阵已经拢总失去效力去啊。哎，对啊。安怎来49条几乎啦吼，规个，尤其吼49条第2项吼，伊是讲这个安全卫生的设施的标准。是。吼，啊，你怎第1项都无去啊？啊，你第2项的设施标准嘛拢无效去啊？吼。啊，所以这要规个拢爱解决，拢爱去修法。啊，搁有一点吼，最重要就是讲，伊个咱劳基法吼，这个怀孕吼，啊甲哺乳期间吼，绝对袂当夜间做工课啊。吼，我看这拢无啥物问题啦。但是咱劳基法的哺乳期间是1档。啊，咱还搁有一个法律。或者性别工作平等法，伊变2档。哦。啊，你即马到底要1档啊2档啊？因为迄个性别平等法，伊迄是迄个特别法啦。啊，所以即马是规个拢爱2档啦。OK。啊，我是感觉讲吼，这2档是毋是伤久啦？而是讲哺乳期间是毋是需要到2档？安尼是一寡想要夜间工课找较侪时的劳工，伊就袂当。OK。啊，你政府机关，你劳动部，你想要放任讲劳基法1档啊，性别平等法2档，你都唔去解决，唔去修法。是。哦，啊，这是将来要修法的时，爱整个来观察来改进。是啦吼，邱教授头拄也提供的，就是咱讲伫咧法头顶的这个差异哈，啊，针对着这女性来讲，安怎去应用嘛是一个吼，伫咧工课场也好，也伫咱讲实务伫咧家庭吼，到底要安怎选择？咱继续请教律师。啊，这是要安怎讲的？我感觉第一啦，我真赞成吼，就是讲，其实若是甲改做吼，大家拢袂使暗时啊上班。OK。对于阮来讲，这真正是好啦。因为其实。像大多咱影片内面嘛有看到嘛吼，佮夜间的上班其实伊是一个非常态的劳动啦吼，应该是讲要特殊的产业吼，有这样的配套措施，咱大家来做，可能会较好啦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阮爱佮转来看这啦，就是讲即马若是政府感觉讲，咱即马女性的少子化的问题都是存在嘛。咱过去讨论过。咱过去就是讨论过嘛。是。如果你要爱搁查人爱搁生囝吼，啊生囝了，像这大法官内面嘛讲的嘛，就是讲咱爱共同一起来负担家务嘛吼。啊，所以在这个状况，你若是没有足够的配套，你还让妈妈没有办法去
兼顾这个状况，这其实都不是一个真好的做法。啊，过来就是像大多教授已经讲过啊，就是讲咱即马整套劳动法规其实拢无好好去检讨啦。是。这个问题就是讲，其实作为一个女性吼，有的女性像我是较幸运啊，譬如讲，阮都是坐办公室嘛吼。可能阮在想即个劳动的要求的时阵，阮的想法都无共。但是譬如讲，若是航空公司，迄想法佫是无共。有的人想要趁钱，有的人无想要顾囡仔，有的人想要顾囡仔，无想要趁钱。你即马吼，就是讲，我感觉要回归到那个劳动法，就像大多咱理事嘛有都讲到嘛吼，工会伊的作用是啥？工会其实是一个集体权啊，吼，就是讲，互大家拢有法度有一个集体磋商的可能性，吼，因为咱大家拢知影，你若是个别。就是一个个别根本是无可能吼，但是我是讲，你若是你真正要去讨论迄性别的时阵，你就看这个性别议题，大概有这种讲法嘛，有另外一种讲法吼，所以我是感觉讲真可惜啦。Again， 就是说我感觉真可惜。你是讲一个性别，这真好，阮是妇女团体嘛，我嘛感觉讲这真重要。踏一大步啦吼，嘿，是真大一步，但是小可伤紧啦吼。咱真正即马就是大家顾巴肚嘛，大家爱带囡仔嘛吼，遮济代志吼，你安尼大笔一挥就甲讲安尼违宪吼，对我来讲，我嘛是感觉小可惊啦。小可惊。搁爱搁讲一解，就是即摆的问题是劳动的权利要顾，咱做查某人的权利嘛要顾，因为顾这个问题是讲为着咱大家拢好嘛。恁即摆若是搁无去处理这个代志，不要紧，迄护国神山台积电以后请无完工。哦，这无讲偌久的代志，因为今年咱已经看到讲出生率一直下降，你即摆搁安尼创，我感觉真烦恼啦。有影啦吼，所以根本的吼，这个代志吼，真正。真正足深的啦吼，这个水真正真深吼，毋是干那讲话你吼49之吼第一项来去改，安怎改吼？你就讲你达到着性别平权，安尼吼后壁吼，你就当吼兼顾着这个家庭的这个角色也好，你嘛当去吼分配着这个工作的这个角色啦吼。所以哇，这就是因踏伤紧、踏伤远去啊吼。所以有一寡脱离现实的这个部分吼，所以有人嘛讲着吼。得到平权失去劳权咱嘛看到讲真侪人无共款意见。首先，咱来看民众党立委罗向林过去伊嘛是台北市劳动局的这个部分这个局长啦伊过去做一件代志互这个媒体人真正较安慰，就是讲真正媒体界爱做一寡劳动检查啦媒体界佫有另外一种赞助，咱等下当好好来讨论。伊即回看到这个事件，伊安怎讲？共款是伫工会这个赞助者。真歹个用这个劳基法和资方过来画一寡这个帕拉克嘛毋是讲画帕拉克，要讨论这劳资的这个议题的时阵都有困难头拄仔咱嘛讲到，可能伫咧业点津贴啦，还是讲这个一寡这个保障拢会失效，安怎来去看这个罗向林立委这个讲法咧？主要是讲即马像讲咱。一般保障讲你有餐点是3餐的时间嘛，早餐可能早点费午餐还是讲晚餐但是你即马做大夜班，你到底是爱食饭无爱食饭？到底要食对顿？我食宵夜是安那？有的头家是讲你这个时间本来应该咧困你本来无应该食饭都无互你这个餐费伊无伫食饭的时间内底问题是你上。大夜8点钟，敢有影免食物件，唔免休困嘛。系啊，所以其实就是，可能我小人之心啦，感觉头家拢是会当省就省嘛，所以你若一旦即个规定就直接甲取消去，头家会当卖互你，一定卖互你啊。是，对。有影，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大的一个法807，一个改49之1。买手要落实的这个物件，赞助影响是真深的所以头拄仔都讲到这个夜间这部分，到底要互你这个夜间餐费也外啦头家会当省就省对无？另外，咱看国民党立委万美玲伊安怎讲若是这个头家无提供到这个安全卫生设备啦也是讲这个交通工具宿舍好这个部分拢头拄咱嘛讲到女性这个薪水一般来讲就是比这个男性较低啦未来恐惊会继续剥削到女性的劳工来降低人力的成本。头拄仔你嘛讲到这款例应该愈来愈接发生啦另外，若是这个女性劳工家己伫咧夜间通勤安全性令使人
较烦恼一个吼，但是伊嘛讲到女性毋是这个弱者，但是拢是这个性侵害这个被害者。啊，这个部分我先请教这个律师啦吼。这个部分真正是咱讲这个律师内底嘛有讲到吼，安怎看这件代志？即摆问题就是讲我嘛是有爱讲。官有理解到大法官伊的想法啦，譬如讲最近迄个奥运嘛，对不？咱嘛拢知影，迄奥运夺金的金牌选手郭选手，伊是有够用，对不？吼，所以就是讲，你去看每一个女性伊的状况拢无共款，吼，所以我咧想，就是即摆这是法律的极限啦，就是照顾袂到的啦吼。嘿，你照顾无，你无可能用一个法律就去顾到包含到各式各样的女性，这是无可能的。譬如讲，我大多讲，有的人想要顾囡仔，有的人无想要顾囡仔，有的人想要趁钱，有的人想要做妈妈，有的人想要单身，吼。这是其实就是讲，我在想啦，大法官伊对女性，伊一个这个807号伊想要讲的代志，就是讲爱互女性有一个选择。OK。但是这个选择的意思比较是徛伫这个女性是一个自由的。这个身份来看，吼，但是大多像两位已经讲过啊，就是讲，即摆你无可能去脱离这个现实嘛。这个现实就是讲，女性你有真侪身份嘛，吼，你有真侪就是你有的时阵是妈妈，有的时阵你是劳工，有的时阵你都啊，你的能力啊，甲你的状况经济拢无共款。譬如讲，你若是单亲妈妈，这个经家门困难嘛，对无吼？所以我意思讲，其实你去看这咯判决，你都有了解讲。大法官因对女性的迄个想象，伊是希望讲，互你有选择。啊，但是其实伫咧劳动的市场，女性拢无法度选择，其实是真少有选择啦。有影啦吼，咱从这个法头顶过来看哦，到底什么有条件，即互女性伫夜间做工课是73档的时阵，劳基法立法以来都有这个条文哈。啊，继续请教，这个老师嘛是劳动法的这个部分啊，可能伫咧咱18档啊18年的时阵，迄个工厂法内底就提到这个女工的这个部分。其实吼，咱迄个法律吼，伊是一直在进步啦。伫民国18年的时，咱国家有一个做工厂法，是。伫迄个内底吼，伊是规个拢禁止，拢无开放。是。吼，啊，到民国73年有劳基法了，伊有来淡薄仔开放。啊，到91年的时，搁一遍的修法。啊，就是变做即摆的就是讲工会同意啦，啊吼，啊，迄个也无工会劳资协议同意会使，吼，所以毋是讲拢袂使女性夜间工会，毋是啦，吼，啊，因为即摆大法官已经做安尼解说吼，啊，所以行政机关伊嘛爱遵守啦 ，OK，啊，所以有即摆唯一会当做的，就是讲。要安怎来互女性夜间做工课时，有缘会当保障因的安全，保障因的卫生，拢会当身体健康，这是上重要的。是，有影啦吼，咱嘛讲到这个安全这个部分哦，头拄啊，咱有讲到吼，伫咧家庭上这个分工的这个部分吼。咱讲家务的这个代志，尤其拢是女性负担吼，7、8成遐尔济啦，共款也有啦吼。啊，这个讲法吼，咱嘛会当看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头拄接到这个女性吼，毋是弱者，但是拢是性侵害这个部分吼。这律师吼，伊嘛有讲到吼，性侵害也是暴力犯罪，济拢是女性啊，共款拢是伫咧咱讲暗时咧做工课，这女性特别较危险吼。你要通勤的时阵，拢是差不多9点、10点、11点这个时间吼。啊，外口真正吼。较危险淡薄吼，所以伊讲法官的这个讲法真正有道理吼，但是欠缺现实感，咱头拄无讲到。啊，针对着女性吼，伫咧性侵也好，也是讲恁伫咧上班的这个劳力来吼，拄到这个危险，咱个请教这个工会者吼，安怎来去看咧？这个部分其实以现实的比例来讲，确实是较悬啦。虽然即马咱讲男性毋是讲绝对的安全嘛，但是确实是以数据来讲是有较悬啦，系啊。啊像你莫讲别人，你敢若厝里的人，你的感受都无共。你今仔生一个后生，甲生一个查囝，这查甫一定较安全啦。半暝12点叫你出去，对。其实你家己心内嘛是会惊啦，讲实在的。啊，今仔日毋是讲完全毋互伊出去，吼，就是爱保障伊的，就是像交通工具，吼，还是宿舍。你所有的这配套做好了，当然伊就毋惊，互你出去上班啦，对无？
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真侪配套拢总较欠啦吼。啊，共款嘛是这个讲法吼，咱搁请教这个区教授啦吼。性侵啊，咱们头拄也讲到，拢是女性较侪吼，伫咧法头顶，安怎搁用较积极的法来去补充？我认为讲吼，迄个准讲。从大法官讲的讲，这个限制拢无啦吼，拢爱头家当自由和女性的劳工夜间做工课啦。但是我一点哦，唔知各位有想到就是讲，你讲迄个超市、超商，7啦、全家啦吼，暗时拢无女性。对啊，吼，这就是安怎安全的问题嘛？你查甫的暗时都有人入去抢钱咧，啊你若做女性的时，你要安怎来防止？嘿，啊所以这是将来吼，咱总讲要开放的时候，你嘛爱有一点爱特别注意。像日本啦吼，因嘛是拢开放啦吼，但是哈因有规定讲，你即摆女性就讲啊，感觉家己危险，还是感觉家己身体袂堪你的时，伊会当有拒绝的权利。是，吼啊这袂当去强迫啦吼。虽然讲咱即摆有这个49条第3项吼，因为我有共款的规定啦，但是呢，这点就是讲，咱若迄个工会袂当来介入的时候，啊个别的劳工有偌济的条件、偌济的能力，会当去拒绝头家的要求，啊，这点就是讲，这就是本来。个别劳工甲个别的雇主吼，这无平等的所在啦。是啦吼，所以头拄仔咱嘛讲到工会伫遮徛点一个非常重要这个位置啦吼。啊，但是咱头拄仔教授嘛讲到工会这个比例真正有够低啦吼。另外咱来讲到吼，这回吼自49条第1项来去看吼，也是讲807这个改税函啦、改税日来去看整个吼劳工的这个处境，尤其是女性这个部分吼。啊，咱搁讲到吼，头拄仔这个产假爱延长吼。根据着这个性别工作平等法吼，女性吼会当有这个8礼拜的这个产假啦吼。啊，立委吼蒋万安甲这个洪明凯嘛要求着讲爱延长着这个产假。劳动部的回应是讲吼，大多数拢是中小企业吼，可能延长会影响着事业单位要请这个女性的这个意愿，颠倒无吼不利着这个就业吼。咱继续请教律师。一句话讲煞，看会到，食袂到。看会到，食袂到啦。即摆的问题就是讲。法律拢改了改好吼，因为这保障真济嘛，歹势讲较粗的废话，我嘛想要伫厝好好啊，饲养囡仔对无？怀体这是真重要的代志。但即摆我是劳工啊，我惊拢惊死啊！阮真济就是妇女薪资拄到的个案，就是讲有的人伊是头家拢好请假哦，因为。法律安尼规定嘛，但是等伊囡仔生煞转来，伊就想办法甲刁难嘛。哦，啊，所以即摆的问题就是讲拢改好，啊，即摆咱嘛是爱真现实去考虑讲，即个劳资彼此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咱台湾是在改制这个惯老板哦。嘛袂，我感觉是，但是嘛毋是，就是讲即摆经济问题嘛，而且咱毋是种大家拢是大企业嘛，吼。就是真济拢像达到教授讲的，我们组工会其实数量很少，但是公司拢是中小企业吼。对因来讲，伊即马请一个员工，你即马发愈定愈诱导安尼严咯，愈诱导吼，因即马愈烦恼，像即马有真济人就讲啊，迄得要20几岁、30岁迄种莫甲请。因为伊以后结婚啊，结婚以后要生囡仔啊，生囡仔问题就一大堆啊。啊，查甫的嘛会讲，啊，请迄查某的吼，这真有问题。到时迄工课拢是我在做，吼，真侪人是有安尼想法啦。所以若是即马是中小企业，啊，佫无工会，啊吼，你这个法律是我感觉用意良善。就是拢是改好，但是就是我大拄仔讲的嘛，看会到才会到对啦。OK， 这是一个大重点吼。咱这个修法当然是往吼对这个方向来去行，但是有当时啊，落实上吼真正大环境也好，还是经济也好，还是讲这个个人的这个选择也好，拢总有一寡这个政策吼。啊，另外针对着这个生理期吼，这个部分吼，这女性吼受雇者吼，逐个月当请这个生理假吼，一工吼唔免证明啊，而且雇主上少爱互伊半薪啦吼。另外，若是有2工以上的这个需求吼，就需要请这个伤病假啦吼。啊，劳动部则是安怎回应讲吼，受雇者吼生理假吼有这个请求的时阵，雇主袂当吼。该当作是这个无来啦吼，啊扣伊的这专金奖金，啊这个考绩，也是讲其他不合处分，啊违反会当罚着2万至30万吼。赶快产假延长甲生理期这部分，继续请教谢律师。
其实像这嘛会当对应着807吼，伊讲这无公平的部分啦。那我若袂生理痛的人，我就感觉这无公平啊。凭啥物你会当逐个月请一天假，我袂使？哦，就是有人一直请安尼。但是其实劳基法是安尼，伊是一个。就是平均啊，一个合理范围内底的保障嘛吼。像讲咱有加班的限制，袂使讲我想要趁钱啊，我想要16点钟，嘿，我就会当做偌济，我做偌济吼。劳基法伊嘛是会保障讲哦，一般正常合理的范围是伫倒位？紧绷就伫遐啦吼。就是安尼。所以其实女性的夜间做工课嘛是共款，就是讲袂使讲因为女性想要趁钱吼，想要夜要去上班吼，咱就拢好。大开放，拢无任何的限制，其实这毋是法律的利益啦，所以若徛咧公平这款代志顶悬吼，其实法律就是保障大部分的人啦，会使安尼讲。对，保障大部分啊上基本的这个部分吼，上尾咱阁请教这个教授，安怎来看这两个咧？我感觉讲吼，咱即摆准讲要放宽吼，放宽这个一般的女性劳工吼。这个劳动的这个情形的是，对于母性机能的保障，一定要搁较充足较会使。OK。所以唔是讲即摆讲一般女性讲哦，你会当夜间工作，吼啊，你就甲放宽，唔是安尼啦。咱一定要同时吼，爱去研究讲啊，咱母性机能的保护是唔是爱搁较周到吼，啊，所以咱八礼拜的这个产假吼，我是感觉讲，应该你莫讲啥啦，你讲中国对换中国吼，人就3个月的产假，是日本吼，伊是劳工吼要求的是3前要有6礼拜，3后要有8礼拜，咱是3前3后合起来8礼拜啦。OK， 你即摆迄个生育率个。真低嘛，一般一个家庭生一个就真欢喜啊啦吼，国家爱感觉真欢喜啊，所以这个方面一定爱搁较保障周到。搁一方面就是讲，当然对头家来讲吼，但当时有讲过，就是讲可能因为你这保护这保护遐保护吼，所以头家就无啥爱请这个女性的劳工。你像讲咱这个法律应该安尼设计，就是讲，你像讲迄个育婴留职停薪啦，女性会当半当会当有60%，就到80%的薪水啦。是。你应该爱共款爱互头家吼，互伊补助，就是讲育婴留职停薪的时对。你爱互伊补助，讲伊会当去请别人来代替。是。但是有一个条件，我政府互你补助，你到时你也无财无志，甲这个育婴留职停薪劳工个死头路时，我都爱甲你处罚，可能爱10倍你爱刑。安尼是吼，这头家可能伊就较愿意讲，因为有补助，我会当去请别个来代替这个所以女性就讲伊也要好好饲养囡仔吼，这嘛是会使啦吼。但我是较有一个乐观，就是讲，咱即摆的头家吼，50-60岁吼，头家可能认为讲这个请女性的劳工多麻烦啊，有诶无一大堆啊。但是我相信讲吼，未来这个少年呢，这个青年呢，因将来做头家时，因的想法跟即摆的头家可能有一点仔就无共啊。劳动权益爱提升真济啊啦吼。我感觉这是将来的趋势。是啦吼，咱讲这个意识吼，真正爱提升吼。虽然咱讲大法官有这个意识，一寡这个法。对袂起来吼，其实嘛是爱有社会一个共识伫咧吼。头拄咱讲着真侪这个头家这个作为也好，还是讲一寡大环境真正是真歹改变的这个部分吼，嘛是受到这个影响吼。虽然咱头拄讲到真侪这种这个建议也好，伫咧薪水上，伫咧对女性一寡这个产假也好，生理期也好吼，但是现实上都是真正真歹落实吼。头拄有人就讲这可能会造成着这个劳的这个对抗这个部分吼，可能讲我一个请，可能逐个月拢请，这人可能就去人去注意点有做记号，这嘛是有可能的吼。所以真侪种现实爱去考量吼。上尾请教这个理事啦吼，整个安尼啊看啦吼，咱的这个法律相信是要对时代行有较进步的吼，但是规个咱讲社会环境
爱有啥物变化才有幅度来去进行咧。是，我感觉这个问题真重要吼，嘛是像教授大对我讲的。其实咱的规个平权的这个意识要提升啊吼。其实即马都是无法度嘛，大家拢希望讲法律会当解决所有的代志。其实咱这个代志都是真明显嘛吼。法律都像大对我讲，咱的理事讲的吼，就是讲法律其实伊是一个集体的最低度的保障吼。其实咱即马拢是一直去想讲法律去保障，这是真重要。但是其实咱电倒来去想讲，啥物才是上重要？譬如讲，咱大多有讲有一个补助的政策嘛，吼。譬如讲，就少子化，你若是要处理，互妈妈会当好好饲养囡仔，你想要去配套互性别平权，你只有爸爸的参与嘛是真重要吼。家的配套其实毋是透过法律就会当解决吼，咱的这意识吼，咱的迄平权家的代志吼，嘛是。爱做一个改善啦，吼，才有可能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啦。有影啦吼，所以咱讲一拳靠一拳吼，真正咱讲无是吼，咱讲无唔那干那是这个49之1条吼失效尔，唔是干那讲甲这个女工吼改做是所有的劳工，咱的吼意识就会提升哦，这是要靠全面吼这个社会做的所有的这个期待甲共识的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评收看，咱再会，感谢多谢。